各位合作好面些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明珠。桂香乡一道尾嘅有一个庄头，是水陆比人行较多嘅所在。一道尾嘅呢有超过500个乡亲，是以四等水陆来生活嘅哦。当然啦，但像是靠水陆头拿当过嘅陆用，就做嚟为乡亲带来动态嘅收入。料理熬年，我用嚟到一个珍贵嘅食材，变做係滋补养生嘅家常料理呢。另外啊，到印度一直本人啊拿来做係咖喱香料嘅姜黄。最近几年啊，每到桂香乡头头嘅当景料，都带我用嚟入到料理地度，將做嚟變做係好味鮮呢。今日就聽到民族，向下來去桂香鄉，嚟採樹、百年產業、鹿茸，韓國嚟品嘗看啊姜黃特別嘅風味哦。來臨。南港村係啲桂香鄉嘅山脈地度，係一笪恬靜又淳樸嘅莊頭。早晨頭嘅蒙沙園，呢條路架甜嘅恬靜，行過紅色大型嘅白山大橋，橋上突然下嘅水路嘅雕像，將係啲提醒水路嘅故鄉到了。確實，一道嘢咪係台灣鹿茸重要嘅產地，當然最重要嘅就係要先老鄉長上家門啊！你好，杨总安总，你好，哇！我刚刚沿途上来，刚刚就看到已经有看到那个小水路都弄过耶。唐哥，你嘿呀，你们单枪关心呀，特别乡民，而且你还搞会优秀那个水路哈，水路超超嘿，是不是？超，要带着听众下来看呐。好，分享。林福鳳太哥是做過兩任嘅桂香鄉鄉長，林木做啲百人眼前，就啲桂香鄉學到嘅。林太哥已經係第四胎呢，太哥對路廠搭條路嘅，都遵照係自家嘅子女安詳哦。鄉長阿娘全部準備吃飯，呀個係亮啊，太太，鄉長婦女你好。你好，美女好，你是大美女。那我们要抽一下腿茶叶吗？茶来看路哎。好啊，我跟乡长夫人一起坐这里哦。好，就给乡长来服务一下。放人眼前，南投縣桂香鄉南港村係幾片長悠悠嘅山啊，係啲亞味嘅野生水稻嘅當道。林太哥嘅老祖先係清早來到一道嘢開發嘅新竹客家人，用菜地生出來嘅牧草，包熟100年來學水稻嘅，冇想到就一胎傳下去，鹿茸咪變做桂香鄉南港村嘅特產之一。大家快樂啦！要不要砂鍋嘛？冇砂鍋。冇哈。呀，煮那個木草蟹肉嘅冇咧？冇蟹肉嘅。冇蟹肉嘅哦。係。做上都暗好哦。係。呢個哦，完全都對農藥很敏感啊。呵。所以用機都唔得蟹肉嘅。了解，鄉長，給我表現一下吧。好。我出力啦。大哥用剪的啦，用剪的啦，这太急，用剪的好对。啊，多，有一根了，好不好？好難哦，用剪的就較好食耶。哦，剪的較假。好，我來試試看。哇，有的全部係某些有嘅木草啊呢。好彩呀，到尾嘅後山後水這樣剪，這樣種得出來。哇，好脆哦！剪的時候我就有感覺了。啊，食材唔耐做。你們是2份飯的人啊？我真的，我不是正統的客家妹了。
向总讲，水路嘅好食嘅东西当多，除了木草，还有路嘅树叶、麻嘅、酸嘅树叶、包树叶豆，都係当然爱食嘅。按样滋养怎么平凡？啲南江村田太阳嘅有300公頃，但像係中本水路嘅食嘅作物就有83萬多，無限嘅幾百人，總算做得行減水路嘅，老家都認識啦嚟了。我年剛來了吃鼻孔哦，看他會不會吃我餵的這樣子。你要拿一个录给这样，都可以呀，夠數啊，你讲录给这样，都可以呀。过来他來了，好可愛哦，對你笑哦。啊，這個條呢，你講好這個好嘛係嘛意思啊？我们南投县养那个防治所，那個動物防治所也來做檢疫，就是給他檢疫過一個感染過嘿臭臭嘿。啊，這個做毛木竹的倒閉的灣喲，那個是什麼？你講一條線這樣，那是洞嗎？你講哎淚孔，我們稱它叫淚腺嘛。啊，幾個淚孔撐開之後，就會比較氣壓嘞。啊。嘿，生氣的時候就會打開啊，冇生氣就管這種，因為伊倆冇生氣，伊倆清煩氣，伊倆會其些嘿，這代表意有喜歡我，對不對？意煩氣，意煩氣啊！已經行經發過了，你看。對呀，而且它好親近哦。個鄉鄉嘅水路嘅，像係上島東江實在嘅動物。體適到生活環境當接圈，第一天來到嘅時節，佢哋揾嘅黃河嘅衫，都寒天要揾較沉嘅顏色，有哋打扮將做嘅地態自然地度，利用環境保護色來整治客家嘅生活空間。水路嘅出世過後，都做得記錄用，大約愛3年，呢3年愛做嘅就係愛注意照顧，變做佢哋幸福嘅。得來談。奶奶仔，哎，這個，也可以調拿蛋糕有路用嘞。他有一點害怕，因為你來聽叫哎。按多年哦，佢講陌生啦。會怕哦。可是香腸看，也可以調拿蛋糕有路用，我有看佢已經做得熟哎。你這吼，你這蠻好食，你係可以等於什麼？吼，那怎麼看呢？你幾間路用吼？幾間梅香還梅茶有冇？一樣可以按床墊，知道嗎？因為會像樹枝那種分開。所以佢幾個是早上錄嘅吼，因為錄嘅可能講20天吼，我記得他講差唔多5寸床。哦，好像所以你睇錄用錄好件，要超過10斤呢，10斤啊。超過10斤哇！啊，你個錄用剪起來吼，你要按嗰個模剪。對。啊，佢慢慢就鈣化，3個月以後它鈣化，鈣化以後吼，啊，到明年還都盲年吼，就變角誒，伊個血啊，它那個鹿每次鹿吼，直接到現在做筍根款，伊血給卡起來，啊，鹿角脫落以後，長出來像這個應該是2個月左右而已。哦，在20天的吼，它80年，台北鹿用它80年。哦。嘿，我講20年吼，都。講5-6寸床的，因為這條鹿所以它都剪都超過10斤以上。了解。你看我剪那天，我一隻鹿吼，它腳受傷，腳受傷啊！你講個剪卡個腳就要受傷，所以呢，條鹿新鹿第2次採收鹿茸，鹿茸要設計，所以講你冇採收嘛，冇採收吼，比如沒跟我鈣化明年的話，它也是一樣，自動會脫落，脫落以後它就開始長鹿茸嘛，長鹿茸2個月就這樣子。了解。原來鹿茸本身就係新生出來嘅鹿角，喺還冇鈣化之前，地度充滿內無細菌嘅鹿血。喺搶苗過後，水鹿會開始會醒角，前1年嘅鹿角會把新生出來嘅鹿角送出去跌下來，經過2個半月，滋養會轉到水鹿嘅本身，鹿茸鈣化變做鹿角，就按樣年4年順蛋蛋。哇，楊總，哎呀，總算做得來，幾個鹿茸哎，好，帶我往前看好不好？都在哪個做得來呢？要小聲哦，那一隻，要小聲的，你看要行都要倒閉，鹿會全部會嚇一跳這樣子。嗰啲陌生人也會驚。對，哎，幾啊個鹿茸係冇？係啊，幾隻。哇，他真的很緊張。對啊。
虽然讲呀，东东你入来啊，给水流他已经很紧张了，可是还有老熊总了解一下，熊总特别痛一咋做得来几日嘅录用，係因为用嘅款。录用嘅向录用人叫吼，拢自己录用好机嘛好机吼，啊，拢你痛做机吼，只不过上一只去啦。你讲痛熟机嘅遐要讲好了吼，变成较无从，所以讲，啊，安尼水果更快啦。今天我哋诊所都8分熟，8、9分熟。可是一早我用看佢8分熟啊。只因为向录用叫，而家梅茶开起来吼，东坡梅咧开始都好正，所以讲都太少啦嘿。但係講假2禮拜就痛熟，係所以我看到今年嘅進步好，度好今年嘅進度好這樣子，好，咁楊總呀應該真係開始來記錄用嘅吼。你喺記錄用搶嘢先出去。啊，唔講我已經辛苦幾年做乜嘅呀，我眼出現哦，冇得看呢。呀，你已經開始準備來記錄用嘅，也就準備係按用嘅記嘅。楊總我係講咗唔得用天記嘅，因為會太少，還係用人工嘅記法呢。楊總呀，應該真係開始來記錄用嘅吼。係你喺記錄用搶嘢先出去。啊，唔講我已經辛苦幾年做乜嘅呀，我眼出現哦，冇得看呢。因為我喺咪先出去吼，按多年啲咪錄得緊，所以我先叫我地方都去用，等菜市錄用嘅，讓來看現場。了解，呀，按多年嘅話，佢東江唔敢行過去，對不對？怕陌生。好，那我們先出去預備一下，等下上來看。水路嘅行山，同埋緊張，看到安陽櫃台團員嘅順風，佢咪開始變緊張嘅。為了每本水路嘅創作上，有時候炎炎冷淡，浪龍嘅過後就做得行嚴了。你已經開始準備來記錄用誒，呀，前身嘅準備嘅工作啊，就會我本日嘅錄嘅較唔會講啊呢。啊，泰國其他做嘅準備嘅重要吧，就來嘅錄嘅目標先要給明起來。剛才都要順風看到，也就準備嘅係按用嘅機嘅。用中文來講，做唔得用天機嘅，因為會太少，還要用人工嘅機法呢。啊，還是要跟大家說，這個鹿茸呢，其實比上除了黑它多的部分，其實啊黑不是傷害動水鹿，反而是幫助它做的行動都它舒服一點點。比如說等一下看啊，都帶我用來取下這個鹿茸。我你這個你不一定係咪？我你先。OK。咁可能買嘢都好些。先夾關。呀，已經開始記下嘅鹿茸誒。看到幾多時候神的那個包係鹿嘅血，鹿茸嘅血，鹿茸嘅血吼。這個鹿茸嘅血用好了，其實它那鹿嘅本身嘅血，它係鹿茸上面的血。我說你嘅壓其實係唔會感覺到痛嘅，係會癢聽聽。這個看到安豆師傅他們分開弄的，也還會見尖血出來的，所以血用起來啊，其實沒有其他作用。不過大家可以不用擔心，因為鹿嘅身體紅嘅血，不是我們會影響到佢嘅生命，給鹿有送不會血，所以那個是它裡面的血管的血，所以水鹿本身係唔會吃到痛嘅。
困起都会低嘎，其实它有一些角度上问题，因为我会怂到也跟都被按嘞。哦，不错。呢啲係問多嗰種，得啦。有。其實熊總會生意哦。熊總可以用時，你講本身剃一條路嘅家下是怎麼樣？你家先成條路冇人做，啊，你嘅件事好困難。啊，報名喺講，睇下上我時間北工，因為北工喺按保護啊，你睇下賺錢嘛吼。啊，報名臨時啊，你地方人都講嘅路用人講吼，啊，報名都講。迄咩都機器來錄用來時間咧北工了，啊，報名上嘅如果用正常嚟嘅，都時間北工。啊，報名啊，行就都感謝講咧北工吼，佢安尼政府嘅錄線。對，而且嗰時其實蹦出來都要特別客家鮮明，有一個做得完成點樣一個工具的。當時來就成法非常嘅困難。啊，不過將你行係循向吼。尤其係南港村，村鄉有5000條路嘅，南港村有3000條。但熊總大家看到喺企嘅話會講講，是不是傷害他？都在幾樣用機會輸到。其實唔係路用嘅木材少啲萬人咩，咁可能冇都睇都省。路用本身冇神經嘅，唔會通，所以依家唔會通。是。而且主要管理控制你會驚啊。哦，所以用路用唔會通係。對，所以我說讓他喺冇機嘅話，明年窮有機會都下來，所以等於也是幫助他。對，唔會彈蟲啊！唔會卡的彈蟲嘅呢。唉，熊總可以喺人哋說嘛？哇，佢人哋有自動態的咧。冇去落去。好。看到黏黏嘅血，心肝都還係強強嘅，佢現場充滿了緊張嘅氣氛。家下水路嘅因為被養到嘅，啲從內這位幾下天真係嚴重嘅。一時間還冇點靜下來，故作現場傳嘅血還當假，鄉長還有其他工作人員用炭粉掃地上後巷，都冇簡單將老幾頓血，撒下來就做得老幾下來嘅錄用，進行下一步，隨來看下基本嘢嘅成績了。家鄉長婦女，家嘅咧撒過來用嘅啥咧？你要剪下來吼，做先崩結蟲。我來困結蟲。一年100就困100。可是你看咯，先老愛先老太太講一下，現在哪都是紅啊，給還有一些軟軟的，而且它的溫度還在上面這樣子。俺做我們的點都會嗎？佢血會流下來。你拿安尼吼，佢血會降低兩片。是。安多親吼，佢血都會流出來。哇，提牌名都有人感覺心情很複雜哎，但比牽到男朋友手還複雜吧。好，也都帶了一重哎了，吃成坤吶哈。1年的心血就在這裡了。好，6.9，6.9，差不多要7斤呢。今年還有算太早嗎？比去年較大嘞。比去年較大。我收費1年比1年太貴係嗎？錯。真的。從鄉長夫人嘅笑容來看，秋地今年又係豐收嘅1年，也將生出來嘅嫩果，像係吊翠一樣嘅軟軟，外皮有皮毛組織，但個上呢咩絨絨嘅羽毛，一條羽毛我先用酒精蛋燒膏，夠用清水來洗，撒下來就會當蔥油嘅一鋪了。你看它伤害的东西哦，会更正也会流血。活血这样子，所以它就是有一种吃血补血的意思咯。鹿茸皮肚係結啲軟骨組織，
充满的血筋，有血运输滋养，代谢动旺，上到动家，血地度系无细菌嘅，鹿茸度有磷脂、脂肪酸、氨基酸、卵白质也有成分，连本草纲目都有写定讲，鹿茸补骨血益气。故说当年这个时节，都会有人组团来买，老吃食鹿茸哦。讲什么耶？讲什么耶？请问你要得马啥是用太极啊？你是用太极？用金兰太极，中国云南人，自细听听阿爸东南头前景来开天，搞到国乡乡已经有30多年嘞。老公是客家人，故说阿兰自己客家话没讲到东北调，韩国呢佢没当会做料理，故说伫前景开一间小食店，卖嘅全部是家乡嘅好米线哦。阿兰姐，跟你第一次嘅一个鹿茸料理，我先讲来做乜嘅？鹿茸油饭。做油饭哦，炒。哇，你不用放地度啊？可是我直接吃哎。教你做。好，跟你做。第一个老板拿这个嘛该麻油吗？3等麻油，胡麻油。哇，好香哦！来开火嘿。看啦。当初特别做油饭，加下姜呀跟麻油落去都当上面吼。那你等下要先洗了嘛该？来猪肉先不要猪肉嘿。而且看人家的东西全部当初已经有准备好的哈。系啊，有先蒸熟的。无爱按久啊。哦，掠到猪肉。先别强了。别强啦。哇，皮头明星啊，就已经肚子摇的耶。可是一般人呢，他赶紧做那个油饭干哈，都是做那种简单的，比如香菇啊、虾皮啊、猪肉、别强。用那个鹿茸，应该只有在国庆乡吃的，对不对？只有国庆乡南港村这样。用茶法的吧？会太奢华吗？不会啦，这都是简单。奢华的东西哈，拿来做我们简单便宜的料理。哦，就是高贵不贵这样子，稍微点缀一下。这个好像就差不多了。差不多，边都熊熊哎。你再拿。你需要什么？米这个吗？好，已经蒸好的。对。而且还可以你用无米哈。对。用紫米，你要全部放吗？不要。用地豆哎。来，你放我。炒熊好了。哇，好香哦。而且感觉吃这个好健康哦。是哦。这个用无米耶。好香。麦来。妈个！我第一次知道。为什么只有都要偏油吗？我还是要跟弄饭忙是个有不用麻片呢。养生的啦。这个是什么？米豆。对。米豆。那边完全好哎。这位想去懂真的哦。好吃吗？好吃。好吃哈。好像在吃八宝饭哦。来那个。鹿茸酒，鹿茸酒，闻一下，这个真的哦，来这个真的鹿茸酒。哦，干嘛？大家都不讲话，是怕臭吗？有臭味吗？你有闻到吗？没有臭味，压根全部会奶咪。有啊。好香哦。鹿茸酒，闻一下，这个真的哦，来这个真的鹿茸酒。唔会水啊！身体会起火哎！来，倒下去。蘸毛，全部吗？全部放下去。对，我最爱喝。好，这个最养生的东西。还有不要那个香油菜落去吼。爱喏。
好烈哦，它可以带路啊。哦。阿蘭子講，攞所有嘅食材攪完過後，個留鹿用一堆一堆擺盤，放入農場，整體用嘅電板中，製作的本鹿用嘅香味入到飯粒地度去。鹿用料理還唔單唱一出聽聽哦。阿蘭子講，發起嘅食譜就會大崩兩下，等到寒天真開始出乎唔差的。今年安樣，我就冇客氣了。俩的鹿茸养生油饭哈，对，它俩有米，有没有？米豆，还有那个燕麦，哦，还有猪肉，哦，黑糯米。来，你先吃看看，看看。好吃哦。好了，试试看了。很香，很香，吃看看。呀，个整个还有鹿茸酒的米线全部就都滴肚去耶。正常吼。对，用我们浸泡的鹿茸酒，跟鹿茸酒你要煮啊？会啊。但係我下呢都啲嘢都叫做鹿茸嘅香味啊，用見充蛋出來啊呢。該炒的你都滴了哦。是我煮的，叫你煮。所以然后好可以吃。而且阿蘭姐做嗰飯正然後食咁久，但是因為這個做嘛會按半年，就會加一個鹿茸落去。它都要送杯一個鹿茸做什麼啊？呀，做那些不能吃嗎？不可以。如果我試看味道，好不好？好，可以。酒浸泡的。你迄3年哈就怕多了。我覺得大家米頭總稱全部已經做到酒啊，也係攞翻幾度去啊。好，來倆鹿茸養生湯。這個是喜歡嘞。好，我先生也有米頭好不好？湯頭我喝看。這是有加什麼鹿血什麼之類的嗎？沒有。好，就鹿茸酒，浸泡的鹿茸酒，冬天不怕冷。很不煙的桶頭哦，這個湯頭好棒哦，而且也給鹿茸酒啊，落去還有甜甜的，煙暈呢。那個味道很濃，我去了哈，真的就浸泡，倆都黑哈，我們自己浸泡，他們記下來的鹿茸，下去浸泡鹿茸酒，還有加一些中藥材。你填補寒天就會較健康哎，對不對？就是夏天補，冬天都滴了。保衛記下點種嘅不同，排骨就就已經落落嘅，食落在流鹽味嘅小湯，本係貴身嘅舒爽。看起來今年嘅寒天，俺就唔是講暑冷腳冷嘅哦，唔但像俺樣，原來木錯白開地度嘅順心，未係好味思哦。太子講，記下年下來，但像係鹿茸料理，就年快嚟20人出菜喲。自從你做出來都好食的料理啊，你做嘛一開始會開始想為了煮食的呢？倆都會哈，我本身倆自己也在別的地方有在做小吃，然後想講大拜倆都哈，就鹿茸季節是不是？倆婦人不家庭主婦，他們都很會煮。我想說奇怪，我們為什麼不自己社區媽媽大家姐妹專門來研發一些鹿茸餐啊，然後開發我們自己地方的產業。特色對，我能想這樣子，後來會想說找幾個大家姐妹媽媽教室裡面，我們南港社區發展協會的媽媽姐妹們，大家一起來研發，讓外面的客人啊，對，哦，可以來這邊訂餐，就做得講，不一定說要來這邊買鹿茸啦，哦，剛開始踏進來的話，我們的意思是想說，讓他們先了解我們的鹿，先用飯，用很熟的，超，啊，吃到我們的餐，他們覺得說啊，很好吃的哦，啊，你們的鹿茸是怎麼樣浸泡啦？我們會帶他一日的行程，出比例看鹿，哦，啊，然後怎麼採收，我們都會安排。比咪好像就是把鹿開好東西，老朋友分享那種心情，這樣子，不是只是做生意，而是那種，帶你來我要到邊看看有好東西哦，你係好的吧？這樣可能會帶轉希望。你做的那個純感人吼，不是很多人料，我們到這樣感人，他感人都很熱情啊，好客啊，對啊，那個特色吼。對，問香港夫人就知道，他都客家種了，你有後悔吧？你好多年紀客家料理比客家人還會做，真嘅哈。用水鹿嘅來落色，監察水鹿嘅帶來嘅風俗。之前人頭嘅鹿嘅無算多，唔過南港村嘅鄉親監察田公伯嘅上書，數量一直控制到當問題。
韩國啲水陸嘅老師過後，咪唔會遲來失路，就像係港中人唔會生牛肉窮樣，點太過監測下到一生人嘅風險。古時候當年會期盼六神祭，唔單止是為了慶祝風俗，每家庭也來獻飲遊客老鄉親。本南江村時時推推都以為水陸嘅吃到夠高。滋補養生嘅珍貴鹿肉，變做一次又一次嘅家常好料，溫潤順口嘅米絲不愛東南甜變開咯。唔過唔可能唔知，啲鹽土南洋鴉片有一種算係幾亞度嘅保健產品，一種東西啊，到台灣嘅國香香未開始有人種了，然後就來以前狀態過來看啦。弟弟妹，張太哥，狀豐男太哥才體行年，今年37歲，太哥啲經過豐富嘅人生經歷過後，決定留喺家鄉，徛腳頭做農事。張太哥講，江中本期有一種老頭扮無窮樣嘅甘肅老神州，尤其係種仰望，行卡係改變佢人生嘅開始。我是見了一個月嘅山莊來到了誒，講我前日特別仰望，又唔會種到啊喲，完全我剛看到傻狗誒，還有好像有穿山甲，怎麼種在這個地方？真的嗎？真的啊，它藏在草堆裡。好，這裡有嗎？有。哎，這個可以砍嗎？這是筍子嗎？可以可以。那是什麼？它就是薑黃啊。這是薑黃？對啊。這個就是薑黃，這麼快就找到了。可是薑黃是從薑馬案的耶，它長成這樣。對啊，現在我要怎麼辦？就是長成這樣，然後我們再把它除開。好。唐生，你看見的蜘蛛在這邊，對不對？我們要在它的後面。哪裡有蜘蛛？這個就是蜘蛛。蜘蛛，蜘蛛不是蜘蛛。我們要挖在它的後方。哦。然後慢慢。暗沉哦。對呀。靈晶類的東西，哦，我看到了。來。哇。看見了嗎？那你就會咯。哇，佢說要給上一擊出來就會有一趴，是不是？對啊，一擊筍，我請救哦，我一年才會上一個。才會上一個，老一年啊，可是大毛嘅。那這個薑黃啊，老嘅薑嘛有薑用冇？也是冇薑用，但是它是同屬薑科的植物。薑科的植物這樣子。那我問你，種那個種到那種乾的土地上面啊，好像它是不是沒有養分呢？不是沒有養分，是因為這個地方啊，位居海拔比較高，周遭都沒有人去種植，對，它使用農藥，它就比較不會有農藥的污染。太哥講，薑黃上啲難肉度，難肉冇本好嘅發現，全部都會吸收。古時候種薑黃，絕對做唔得用農藥，就因為需要純淨嘅養分，才會啲當少年來到嘅深山土來種薑黃。太哥還講，薑黃地度嘅薑黃樹，按時間來累積，至少要種5年才做得改。另外，太哥講佢用嘅皮，行卡係老杯買唔到嘅哦。好呀，我等下來看馬家嘞。帶你去買皮。啊哈。啊，你要注意哦，你要停下行哦。為什麼？我別行哦。為什麼？有沒有會插到我中間東西？哈？可是你要討厭可以全部都會插臭用誒，為什麼？這有東西嗎？有啊。除了看到銀色的那個薑黃以外，還有什麼東西？南瓜。南瓜在這。錯啊。所以我隨時會採到地下黃金就對了。地下黃金，對，這是剛才收完的。哦。但是我們是要去。天哪！南瓜施肥。你做乜家種都很亂。哦，因為薑科的植物啊，對，它很消耗地力。你採收完之後，我們就要養地。哦。
所以我们就会种其他的绿肥，是然后跟有机肥，像是什么？琼会嘛改绿肥？杂草啦，然后或者是南瓜啦。那番瓜呀，做在哪里做皮哦？抽吧，那我们就来去施肥，然后一边找南瓜。好，那你要用马皮嘞？用呀，鹿粪呐，鹿的便便是鹿粪呐。你看你劈开来，點會就出米臭嘛？懂就是哪一米头丁丁呢？哦，臭臭，呀，作为鹿粪的特质，因为这东西臭哎，不是杂食性，因为杂食性呢，它就会臭味。对，好，那我就示范给你看，那待会让你操作一次。好，你捞呀，鹿粪啊，还有飞地的啊，南瓜的适中，一开它就分解，分解之后吼。呀，土壤养分会出来，南瓜它就会吸收，然后就会长得特别漂亮。刚还有那条反瓜嘞？来，过来一起，好不好？好，这真的只有他们找得到而已。哦，俩就一条，你煮俩咱都给你示范。好，这样子，大便干嘛？大家都不讲话，是怕臭吗？有臭味吗？你有闻到吗？没有臭味，压根全部会奶咪。臭啊，唔会臭啊，好香哦！我哋讲下土地味，触感好特别。用素来描述一种感觉，我想冇亲身体验过嘅人係永遠冇辦法了解嘅。狀態哥當我用菜體嘅專業，一時都冇打上，老綠樹、無管、木草強下發酵過後，變做係有機皮，轉到土地後，唔但將友善環境，還可種出自家嘅腳腦。强势嘞！那食物啊，会产生维生素 D 啊，伊迄无法度用合成合成的，用合成，所以就一定要一条塞。哦，你们家紫玉金，紫玉金，错吧？哦，你看那个黑黄色，那个黑紫玉金，黑强色。对，还有一种橘黄色，你看。哎，所以有那种3种品种，这是不是就是绿咖喱啊？绿咖喱是用这个吗？不是，它是我们所谓的蛾树。用的看那个姜黄素会较多嘞。其实它是越多年生的，姜黄素就会越高。老师没穷用啊呢，了解。所以，但像泰国亚岛边的种类就有3种，有紫玉金、秋玉金老。这一种叫春玉金。春玉金啊呢。泰國講，啲印度姜黃係特產都會食到嘅香料之一。唔過啲台灣，當少年會嘗試姜黃，啲市場行未當難賣。故說備料那邊老實用，改起來嘅姜黃就會隨老佢洗槍來，用機器刷洗，第二條下洗到乾乾，再轉到3等嘅蘿蔔，用傳統嘅小炒，天天嚟配別酒。已經進行到算係親密一步誒，泰哥，我想會想告你哦，兩個啊，接下來這一步是要，我看到人家順後有個媳婦誒，是要來，然後配比澡，配比澡，可是啊，就人家懂的東西，他是直接用曬的。科學哈，有科學研究跟一些研究說，那食物啊，會產生維生素 D 啊，其實冇法度用合成的，用合成，所以就一定要一條篩，才會有維生素 D。故說你要先篩過一條，將來行啊呢，將來配啊呢，安尼姜黃都會有維生素 D 嘅。哇，而且。
呀，伊咪已经晒过日头，它的味道整个被晒出来呀呢，好香哦。系啊，叫做香米啊。那种米都真係濃香，無怪到印度嘅豆邊拿來做香料啊呢。系啊，用沙沙撈魚。好呢邊啊來配比較。我被弄散了，對不對？係錯，我用咩嘅？我用咩嘅？因為你用白嘅，佢被切強下；用咩嗬，佢就有空間。咁有冇按用必配幾久嘅時間？按你配差唔多要配26點鐘久。哇，印尼人嘅時間呢？人人但老到姜黃係當簡單嘅香料，3年來我經過很多嘅過程，老時間嘅等待，可以一年一夜將配嘅完成。前面13件嘅姜黃是做得按出1件嘅姜黃粉哦，處理有幾珍貴嘅，因為佢係純天然嘅製作，冇添加其他嘅東西，故所係一種天然嘅養生香料，拿來做料理炒菜都當合適咯。好，咁下嚟全部有關一個姜黃嘅中藥全部做好晒，就要由大哥的太太來教我來做料理，對不對？对啊，王亞玲太子平時出動好看料理節目，學做料理，特別以有新嘅菜色，就會現學現賣。王太子美食老總太哥叫下經營吃儲存，我聊下王太子做出來嘅秘密，是為1-3年。那第一次菜我講嚟做乜嘅？姜黃海鮮燉飯。姜黃海鮮的煲飯，好。對，我們先好下煮一鍋水，好姜片放下去，我們要先做高湯。 ，OK。故說我本可能一個一個老幾先通熟係嗎？對。哇，可是一般來講啊，一個姜黃啊，係算咖喱粉，是做咖喱飯，然後做煲飯呢方面做得咯。可以啊，它可以加在料理裡面。是，中卷的部分燙好，下個來通馬該嘞。我們現在燙蝦仁，好，一個一個蝦仁一下就好，蝦仁比較快一下。所以總太高係負責了中央嘅姜黃，你負責了天數去做料理，係嗎？對啊，因為山上的工作我比較不會做了。該一個一片下鹽咩已經通好晒，最後面就是蛤蜊咯。對，蛤蜊。看呢，被通一下有大顆了就好哎哈。對，我們把它打開，我們只取它的肉。好因為，OK。這樣它才不會太老。我們好的先把它撈起來。哦，哇，張大哥好命哦。有嗎？我做這些也都不是給他吃的。你都，我都做給我的同事吃。他看到不會丟職的。沒關係，待會請他一起來吃。是。那我在爆香料之前，會麻煩明珠是幫我把那個蛤蜊的肉剝出來嗎？哦，好。你讓他先不用嘛，該嘞。我們放一些乳馬鈴下去爆炒。這個我們的這個海鮮燉，不用那個姜黃片，然後去係嗎？對。切一堆。對。好。爆到它的薑黃素出來。姜黃素要跑出來，是要變得黃黃的嗎？對啊。哦，很香哦。哎呦，有嫩小米，又有一些這種姜黃的這種辣香味，有沒有？好棒哦！就來爆炒米咯。對，糊米了。來，這是我們洗好的米。而且還用生米。對，生米。沒用飯啊呢。對，要生米再來吃，有沒有比較好？接下來為老人家準備好嘅海鮮，一樣嘅揀一批膠原，千萬唔好唔記得留湯好海鮮嘅皮湯，留青蔥油嘅薑黃粉，全部標到3鑊度，烚15分鐘，拌飯完全熟透。等嘅過程，太子係貼片留用薑黃滷一暗部嘅雞肉，留檸檬香茅衝下來炒，變做一次充滿南洋風味嘅料理。看就本人流口冷水耶，來啲食。民族你辛苦幾日了，也來食好食的料理。真嘅。哎，你先來食姜黃海鮮燉飯。你懂了解，因為剛才亞玲姐有講，佢平常時係唔會做本食的啦。係啊，佢講我攏對佢無好啊。
这是一种打是情骂是爱的一种表现。民族试试看啊嘞。要做米多啊，因为路顶那个冷油，香港的那个姜黄，这个最面会有一些辣辣的，而且它是一种甜盐的香料。故说说下一家呢，这个香米啊，先冲到那个贵的最空地度，香港的慢慢的一些后背还会出一些辣辣的嘴米，而且奶油的香味把那个薄饭啊，吃到讲大家都吃到很香甜这样子，赞。真是我本用做了，真实好食。真是唔会卖哦。你的表情够诚恳，相信你讲的话。好，那吃这罐的那个咸肉，因为有些饭里又配一点那个姜黄的这个鸡肉来吃。那个咸肉很 Q 很嫩哦，那个鸡皮都最红度的这样很 Q 弹这样子，我觉得好特别哦。你看有柠檬香茅的香味，有识到冇？有，而且这个一定懂茶饭，很下饭。佢对人的人体吼，不管係心瘡啦、肝瘡啦、消化的方面啦，拢有幫助，保養人的身體，非常的好的養生的食品。姜黃素係指用性嘅物質，度到油才會變出來，本人體來吸收。狀態高量公婆，為了姜黃，還留姜黃變做酵素，加入到甜點地度，還卡係當針掉哦。不過7年前，狀態高連姜黃係乜解都還唔知呢。狀態高，倘講你經過有專業啊，還有來中藥嘅姜黃嘅時間，其實要讀到一個幾年，對不對？就擺喺啲特別賣果汁嘅時間。就讀到而家師傅，師傅佢都去挑選，然後買水果，買咗幾排了後，佢都感覺係一陣人限數唔會買，佢都拿來講，我能唔補一隻東西，所以本人將來發達賺錢，去挑我都冇一上心，但是幾排了後吼。佢都特別攏講了隻話題，慢慢係排泄過去到魚。這個較詳細來談一下都要講乜解？然後個師傅佢都講，但是你要拿來去，我不怕。對我神法師講，你將來迄了隻東西，做得賺錢，你莫買昂貴。因為較便宜的話，本需要的人去用佢，我為咗賺錢。來做了就會事業。可是講真嘅呢，總太哥在那邊種植的時候按辛苦啊，我們有上次知道按辛苦，而買到一個好價是會覺得，冇賺卡多的會艱難的。但是我就想講吼，我提我買了的東西，會比我平常去做其他的條路收入差唔多。但是我個我一直角度去想，我今日買出了種嘅東西，做得幫助需要嘅人，佢做得幫助佢健康，佢身體係健康，佢家庭就會健全會美滿。你想嘅時間，佢唔係金錢做得滿足人心肝度嘅快樂。用盡心力種出高品質嘅姜黃，雖然唔係為了賺錢，但請係要流行較多嘅人來分享姜黃嘅好處，可能就會按樣嘅精神，不然看到太過樂觀嘅人生，也應該就係人家講嘅安然又安福哦。兩公婆共下啲國相向嘅土地上，尋到嘅人生新嘅方向。希望我哋嘅啲印度大家都使用嘅保健產品，啲台灣發揚光大，每本按樣嘅珍貴東西，隨講變做啥啥都做得到嘅庶民料理。禮拜來到國相鄉，我看到誒像悠悠嘅牧草，還有水陸老人成日都鄉下。鄉親都感謝水陸1年1拜嘅回饋，也從陸用滋補養生嘅秘密，行下都係深度烘，久都難聽標題咯。另外啊，姜黃海產煲飯嘅貼片風味，也是都係一種係安然又安福嘅幸運。呢本也種英國嘅香料，
到台湾蛮难嘢都甜味到哦。我記得料理就係一種情感嘅藝術，下晝好美食，我哋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